祝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9月29号。今日这个经文是诗篇111篇，创世纪18章第1节到15节，腓立比书第4章第10节到2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感谢。存感谢心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生命态度。保罗提醒教导咱讲，这个凡事都爱感谢，特别是咱伫领受上帝恩典了后，较重要是讲基督徒应当经常思考所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或者是讲明白上帝施恩赐福的有言。创世纪18章第1节到15节。上主伫万里的树兄弟亚伯拉罕显现，迄时日当热，亚伯拉罕坐伫埔边的入口。亚伯拉罕抬头注意看到三个人对面来，伊一个看到就对埔边行去迎接因，趴伫涂骹对因讲：“我的主，若要去嫌，请入来。”小休困一下，请恁手仔骹休困。等我摕一寡水，互恁洗骹；摕淡薄饼，互恁加添元气。后来才搁继续进行。恁既然来到仆人遮，请接受我的款待。因讲照你讲的去做。亚伯拉罕赶紧入去埔边，甲撒拉讲：“你赶紧搁3斗幼米粉做饼。”亚伯拉罕搁行去牛群遐，牵一只剪搁好的牛仔囝，交互少年仆人赶紧去准备。亚伯拉罕提起起牛铃甲料理好的这个牛仔囝来。摆伫三个人的面前，家己伫墙骹甲因侍候，因就问伊，你下晡撒拉伫倒位？伊讲伫埔边内。因中间一个讲：明年这个时阵，我一定会过来你遮。你下晡撒拉一定会生一个囝。撒拉伫迄个人的后面的埔边有听到这个话。亚伯拉罕甲撒拉已经老啊，撒拉已经无月经，撒拉心内笑讲：我已经衰老，我的主人嘛老啊，减有这款欢喜的代志。上主对亚伯拉罕讲：撒拉是安怎偷仔在笑？我会老啊，减会阁生囝。上主减有袂当做一束代志嘛？到明年这时，我会搁倒来你遮，撒拉会生一个囝。撒拉囝毋敢承认，讲我无笑。迄个讲有，你真正有笑。咱拢知影，亚伯拉罕以及撒拉年纪非常大，却无有囡仔，这诚做因生活中间的困境。亚伯拉罕已经99岁，伊太太也减20岁，有缘拢无家己的囝。虽然因真期待有囝，但是却因为实际问题，年纪太大，却嘛毋敢抱着伤大的期待。就算是上帝使者来预言，因1年了后就会得到一个囝，但是因犹原无有抱着任何的期待。当然，安尼因就无法度抱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的恩赐。保罗写予腓立比教会，感谢因教会内底基督徒的怜悯。其实保罗表示，伊已经学习到知足的生活，无论生活伫经济的状况是安怎，拢学习来知足。知足是一个学习感谢重要的基础，因为无论伊得到甚物款的怜悯恩典，伊拢会通知影着爱感谢。特别是保罗伫经历困境中间，也得到腓立比教会基督徒的帮赞，
保罗也更加表达出伊的感谢。伫腓立比书第4章第10节到20节，我伫主的内面非常欢喜，因为过一段时间了后，恁对我的关心有个不愿开花。其实恁有在甲我关心，不过是无机会通表示尔定。毋是讲我无够用，因为我已经会晓得，无论伫什么款的境遇拢知足。我知安怎过善者的生活，嘛知安怎过富有的生活。是饱还是枵，是有剩还是欠缺，我已经得到秘诀，就是无论什么时阵、什么所在，我拢知足。我告诉我能力的基督，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。毋过恁有分担我的苦难，安尼实在真好。恁菲律宾人比人家己嘛拢知。伫我传福音的初期，我离开马哈基顿的时阵，只有恁的教会有分担我的生活费用。连我伫帖撒罗尼迦的时阵，六军也便送物件来供给我的需要。我毋是爱恁送物件，是爱恁有较济利润记入去伫恁的户头。这就是恁互我所有物件的收据，恁互我的已经到业有存。我对伊白佛摕着收着恁送互我的礼物，亲像发出去的香味。上帝所收纳欢喜的祭物，我的上帝会照伊的荣耀的丰富，通过基督耶稣来满足恁所有的需要。愿荣光归乎咱的父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因为安尼感恩的心态，会晓得感谢的生命，保罗就清楚知影家己的丰富性性。伊更较因为祝福安尼来祝福菲律宾教会基督徒，会通得到上帝更较济的祝福来补助因一切的需要。诗篇111篇，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伫正直的人的聚会中间，我要专心感谢上主。上主的作为奇妙，伊爱伊作为的人拢欢喜查考。伊的作为尊贵威严，伊的公义永远存续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有恩惠，有怜悯。伊赐美牛夫敬畏伊的人，伊会永远记牢伫伊的约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大宽容的作为，将列邦的土地赐予因。伊的手所做的信实公平，伊的律例确实有效，永远袂改变，照信实公正制定。伊会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立永远的约。伊的名是圣，通敬畏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。照安尼遵行，才是聪明。上主应该受到称赞。恳求主帮助阮知影知足，知影着感谢，伫阮需要时，愿意感谢所领受任何所领受到的怜悯、帮赞、恩典。特别是伫阮经历的坚定的过程中间所领受的一切，感谢基督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